希塔美德下載好奇心。好奇心係探索世界嘅原動力，佢激勵我哋不斷追尋未知，打開新嘅視野。當我哋擁有好奇心，我哋唔再單係滿足於現有嘅知識，而係渴望了解更多，探索更深嘅領域。好奇心唔單止係對外界嘅探索，更加係對自己嘅內在發現。佢引導我哋去挑戰思維嘅界限，並且讓我哋用全新嘅方式看待世界。無論我哋係乜嘢嘅年齡，有點樣嘅經歷，好奇心總係能夠讓我哋保持年輕同埋活力。好奇心就好似一道門，當我哋打開佢，我哋就會進入一個充滿可能性嘅世界。呢一種探索嘅精神，讓我哋不斷成長，並且發現生活中無限嘅機遇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，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好奇心嘅定義，我知道有好奇心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有好奇心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有好奇心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好奇心嘅觀點，我知道有好奇心係可能嘅，我知道有好奇心係安全嘅，我有好奇心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按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